今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，早暗6点外，伫咧家人有一个查甫人食毒赛车，所失控连续去弄到几台汽车、奥多摆，也有路边的民众，好甲在送病院是无生命危险。即马警方是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公共危险罪，甲即个查甫人送班。一台黑色轿车向冲过来，先弄到机车，搁弄到路边的车辆，边仔一台白色轿车都会弄甲刷几啊公尺远，是弄甲真严重。黑色轿车安全气囊已经崩开，车头冒气，白色轿车车后壁变做一团废铁。附近拄好就是收粪扫的所在，现场的粪扫嘛，互伊弄甲散甲规世界。还有那台洗衣机放在那边，不然就整个挤进去了。那是刚好那个是软铁，刚好把它缓冲挡住，不然整个就挤进去。代志就发生伫咧车到暗时6点外，家人仁爱区的南明路，一个32岁姓陈的查甫人赛车失去控制乌白路，嘛造成包括清洁队，搁有出来倒粪扫的民众，拄好骑机车经过的人，拢有着伤。警方嘛伫伊的车内抄到空气烟弹，怀疑伊有食毒，甲这驾驶带转去调查。警方在现场查获第2级毒品依托米脂烟弹1颗，对肇事驾驶实施毒驾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。警方现场采证，这查甫人就徛伫咧边仔戆神，专案是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公共危险罪，移送家人地检署来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